农村的人口老化，而且囝生少，这农业劳动力欠缺，恐惊嘛会造成国家粮食安全的问题。立委今仔日办记者会，就呼吁政府要重视农业欠工的问题，要成立下部会专案小组，调配移工的配额。 农村欠工问题已经真侪年啊，因为人口高龄化、少子化影响问题更加严重，农地无人种植，形成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立委初次举行记者会，呼吁政府要重视这个问题，正确配合劳动力，也甲农业生产的强势调配移工配额。农业部跟劳动部一定要密切合作，就是1个月之内可以把这个合配的比率能够提出一个检讨报告，然后2个部会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来进行跨部会的合作。因为目前政策10个人以下的小型农民，也是农民团体评估移工的协配比率是本劳比外劳是1:1，事业单位也甲大型农户协配比是35%。不过，请无本国劳工的情况下，佫形成另外一个压力。立委因为安尼要求农业部甲劳动部提出改进报告，会持续来跟这个农业部这边去研讨，就是如何去运用两边的一个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来一起共同为这件事情一起来做一些努力。跨县市的一些在农忙期需要大量的人力的话，那可以灵活运用这样的人力。有医院的一些合作社或者农渔会，他做这个外展工作的时候，那我们有一些计划能够协助他去做一些外籍移工的管理。农业部甲劳动部表示，会赶紧伫1个月内提出改进报告。农业部佫讲，目前当地试办农业移工外展的零外运用，因为农务有缺用的时阵，外展工作若说有农协会愿意予移工调配使用，依照无共季节，支援各种的农作，充分利用人力，解决伫农业无用的时阵人力不足的问题。农业部会提供大数点方面的补助。记者综合报道。